佮来看桃园来哩后站的车头哦，一落雨就会出现真侪窟窿，嘛定定拢有人累残。道民众批评讲路是愈补愈大坑，有议员嘛要求讲区公所应该就要检讨改善。车内凹凹去用批评愈补愈大坑，抑个规个石头尾啊！这个事件发生伫台铁来到车头的后站，故是23早起就发生2件奥多麦的起事，为着要闪过车内凹凹累残的事件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这清在有人骑车跌倒。右手手掌比较严重，就是挫伤，然后还有膝盖，然后侧边的话，身体侧边的话就有一点点淤青。每逢下雨就会来修补，然后修补完之后就是没有见到成效，然后还是常常有人会因为那个碎石子然后摔车这样子。它比较低洼，常常会积水积在这地方。工所还没下雨之前就来补平的，后来下了2天以后就散掉了，变成一个坑了。针对民众的တင်情，来到火车头后站的出口，中景大桥头前。正中街路口的车路无平搁凹凹，中立区公所是已经补真侪届，补了就搁害去，一直拢无改善。变啊落雨就会搁凹落，议员要求区公所大检讨，把原因找出来，莫搁有人因为车路无平，转日来受伤。为什么路面的补丁是一补再补，而且越补越大洞？预计于9月26日进行路基改善，后续视天候情形办理全路幅跑铺作业。中立区公所回应讲，针对车路凹凹已经有临时甲保护好势，卖看天气的情形先甲补起来，后续会进一步来评估，敢是要规个扣起来，佮铺新的来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